谢因会无闲伫连续假日做伙参与。咱伫即礼拜拄好是咱的连续假日啦，吼，连续4日的连续假日。毋过伫即个连续假日开始进前，咱发生即个华人的大地震吼，互咱真侪可能有真侪人的旅游的计划嘛受影响着吼。当时咱一面爱感谢上帝，因为即摆的地震看起来特别甲9日吼同迄级的啦吼。但是咱即届咱台湾的整个适应已经减轻，就是讲迄个灾害已经减到上轻啊，减到上轻啊，大家感觉真镇静就对吼。世界各国拢咧学了讲咱台湾哪会遐尔润安尼就对。当然咱嘛袂当否认讲伫花莲发生足严重吼，还佫有特别是山崩啦吼，山崩有真侪人还佫找袂着，咱求助人民，咱继续互遮个工作人员会当紧紧来找出遮个失踪的遮个人口，求助人民啦吼。总是咱永远爱为着咱家己，咱伫即个苦难中，伫即个灾难，也是即个种种天然的灾害中间有平安来感谢上帝吼。下面咱要分享主的话进前，咱大声来感谢。主啊，上帝感谢你施恩赐福，互阮伫你的厅内面做伙聚会敬拜。主啊，你的话真侪阮的快乐甲帮助，特别伫你的圣日，阮毋只干那是要来学习你的话，阮更加是兄弟姊妹同组织守安息日这款美好的时刻。正人的组织，也就是上帝你同在的记号，互阮领受你的话，大家得到美好的造就甲启示。阮伫你面前，安尼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要线接伫顶礼拜，咱三甲廿子主告我，主告我，即个基督徒上重要的节日，对咱有甚物款的提醒，甲属灵的教导，咱能够线接搁较完整来学习吼。即个经节咱伫即个后壁面，咱搁来做复习啦吼。当大圣咱要三甲想的，就是讲事实。伫咱基督教2项大节日，头一项就是即个圣诞节，吼，甲咱的过活节。咱拢知影，迄是演变2000冬。咱逐年拢咧纪念圣诞节，大概日子较好记啦，吼，12月25。当时咱嘛知影，迄拢有经过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迄个日会定落来，毋是讲咱搁去追查即个耶稣出的迄日，是几年几日，迄时间找袂出来，因为教会建立已经是100-200年后的代志吼，就讲会当普遍得到接纳，迄个是200-300年过活节嘛，甲这有共款的意思吼，共款的意思。恁过活节吼。对咱来讲，特别对咱住伫台湾，也是讲东方的文化，咱搁较歹按算，因为咱包括咱会友，咱嘛拢袂记得讲今年的过活节是倒一日，明年倒一日啦，咱算袂出来吼。伊有一个原则无毋对啦，所以表示讲，即个拢有甲基督教咧传扬的中间有甲当时的文化有一款的结连，咱会当了解到即个，咱就知影讲，事实咱咧敬拜上帝，咱咧迎主耶稣的恩典，咱拢其实甲即个当时的社会甲文化拢有一个结连伫咧。所以过活节嘛有伊的文化渊源啦吼。过活节咱一般伫外国拢讲做 Easter 吼。Easter 即个字事实是对另外一个原文叫做Oyster 这个字出来，这个字吼，毋是英文，伊是对条顿民族，就是咱一般会当讲日耳曼吼，日耳曼民族，因伫当时咧敬拜春天啦，咱知春天一个到，万物拢生长嘛，所以大家较原始的宗教拢咧敬拜女神，就是迄个老母的神，望讲大地拢足丰收迄种意思，带春天世界。所以，即个 Easter 嘛，毋是讲耶稣出世，
啊，把耶稣过啊用这字来就称呼，这个过偌济，这个字事实嘛是对这个文化的渊源来，吼，这个文化渊源来。啊，直到基督教伫第4世纪成做罗马的国教了后，伊就加一寡异教。当然，毋是讲啊，阮无即个文化，所以我用你的，毋是啦。因为当时在地文化，因都咧拜迄吼，啊，你要甲改歹改啊，吼，要甲改歹改啊。规矩啊，恁圣诞节的时阵，你咧拜太阳神，我无啦。一个比太阳神搁较大的上的主，就是耶稣嘛。啊，耶稣伊告我，咱来拜耶稣就好啊，毋免搁拜太阳神啊。哦，咱是用一个文化的替代的意思伫咧吼。啊，搁偌济有原有即个意思，因为当时的罗马的帝国啊，基督教成做国教接纳了后，当时的领袖想讲啊，咱300-400年啊，吼，耶稣伫倒一日过我，咱先记袂起来。咱就知影讲耶稣有咧过跋过节，对吧？吼，啊跋过节后，即个第一日7日的第一日主过我，敢若知影即个消息尔。啊，所以因后来就定一个原则，吼，啊，这个原则到今仔日咱还得用就对啦，吼。啊，所以讲啊，伊就是迎合即个北欧啊，即个 Easter 即个日，啊，搁罗马人因咧哀悼一个啊 Autis 即个死亡啊，甲接纳搁再生，吼，啊，弘扬就是讲有哪有共款即个特质的，啊，来后来就成做即个基督教内底上重要的受难周，啊，甲过偌济安尼。啊，所以咱知影讲，即个文化是安尼来的，啊嘛是已经耶稣过活了，哇，300-400冬的代志啊。啊，佫较免讲圣经，圣经咱今仔一本吼，安尼遮侪种版本，迄圣经嘛是慢慢啊传承，慢慢啊传承。但这个礼俗无影响到咱对主的信仰，因为咱所要信的是这位过我的主，所以若要讲正式吼，就是325年。325年，即个尼西亚大公会议，拄则咱牧师带咱祈祷了后，咱有读一个尼西亚圣经对无？迄个尼西亚圣经就是对遮，即个时阵，遐教会的领袖因大家共同定好，即个尼西亚圣经吼。啊，共款伫迄个时阵，伊就用罗马的律法，迄阵无有咱现在即个律法哦，是当时罗马的律法。安怎讲呢？就是春分以后第一个满月的礼拜日，第一个有春分啊，啊第二就是拄啊迄个15啊，已经农历的15满月啊，啊过去迄个礼拜日叫做过偌节安尼。啊，咱用过偌节头前迄礼拜来个纪念耶稣的受难甲定十字架，啊所以叫做受难周啦吼 ，Holy Week 安尼。啊，所以咱大概就知影讲哦，耶稣的出世啊，甲过活，拢充满着当时甲迄个社会的文化有一个真深的渊源啦，吼，深深的渊源。啊，若搁较讲吼，咱会使讲，伫咱台湾吼，过活节大概甲甚物款节有点仔关联呢？咱讲春分啦、月圆啦，搁落去个礼拜日嘛吼。若是对台湾来讲，清明啊，清明就是甲过活节有点仔类似的概念吼。意思讲，咱若要对文化来纪念耶稣的过活，来领受一个新的开拓，即个过活节真适合啊，甲即个清明来结连。因为咱知影过活节伫台湾的时阵，拄好是清明的前后就对啦。啊，咱拄好咧纪念过往的亲人嘛吼。啊，咱用清明节啊去扫墓，啊，事实咱嘛知影讲，即个扫墓的意义嘛，甲咱台湾的历史300-400年吼，即个历史有关系。因为咱台湾拢经过一代过一代无共款的政权的统治，有真侪苦难啦。咱也对啊，即个长山过台湾，侪人啊，袂当真安稳来享受迄个快乐。有个人是伫牺牲因的性命吼，因的性命啊，咱看见即个是真正，互咱感觉到真大的一个困扰伫咧吼啊，咱伫迄个扫墓中间来得到安慰啊，所以台湾嘛，阁有迄个扣骨的
跳骨的迄个吼，迄习俗嘛拢甲这清明有关系吼。所发生起来迄个超越苦难，拄好甲咱行这祖国话有共款的文化的意义。所以有时咱用清明甲咱的过节会当有一个真好的结连伫咧吼。总讲即个文化的延续，咱有当真正，互人迄个当时的人的迄个理解，会当用信仰来甲伊代替。这是真重要的一件事吼，真重要一件事。既然是安尼，咱要了解讲主的国话是基督徒信仰甲生命的核心，这是咱现在所要理解这个信仰上重要的部分，这信仰上重要的部分。所以过偌济了后，咱过去顶礼拜咱300-400人伫遮做伙欢喜主国话。咱听圣歌队真水的歌声，甲乐团嘛有洗礼，感觉老热。想讲搁偌济过我会搁回归原位搁重来毋是咧，搁偌济，就是咱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所以咱基督徒搁较要紧的是讲，我要安怎甲搁偌济耶稣基督会搁我所带来迄个改变甲快乐，就是伫我的生活。伫我人生的中间产生改变，迄个快乐，耶稣给我的快乐，才真正伫咱中间来显现帮助。所以，咱若要讲咱大家拢庆祝过偌济，你嘛有献诗，我嘛有礼拜，我嘛有受洗礼，大家闹热即摆煞到底耶稣的告我，甲咱有啥物关系毋是讲即间教会庆祝偌闹热啦，咱的迄个过偌济的卵分偌济迄甲无关系较重要是啥物？就是你的生命的光景，要见证耶稣的告我影响偌大。所以基督徒生命的光景，就是咧实际对照验证信仰是毋是有真正侵入伫你的生命、伫你的内心的中间所以咱看见今仔日咱所读的经卷保罗伫咧宣教的中间，伊的主要的一个重心，就是伫告我的信仰保罗一直咧强调，拢为伫遮。第一项，保罗讲，基督若是踮伫恁内面，就是恁的身体要因为罪来死，就讲咱这肉体是属伫血气的嘛，我嘛是会有寿命的我有人生的日子咱更较免讲无突然间对人一个来伫迄个遮尔水的即个太鲁阁的迄个山路步道，大家快乐早起好天气日头出来要看风景生命哇，一个土石落来走袂行，因为前后几10公尺，你要怎走？下骹是山坎呢。所以人的肉体的生命会死，这是你我大家拢无法度避免的。但是保罗讲毋免为着这个来烦恼，因为上帝的灵要互恁来活。这是耶稣告我对基督徒上重要的一个启示甲关键呢。但这个圣经咱来看个较清楚，讲基督若踮伫恁内面，踮伫恁。若踮伫你内面，即句就是关键啦。基督有踮伫咱内底无虽然你的身躯会因为罪死，上帝的神会互恁活，上帝的神会互恁活。所以咱毋免为着迄个死来哀伤，因为迄个是大自然产生的结果。但是因为咱会当追求，伊讲，因为恁已经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你甲主的结连有即个好的关系，你就会有我的保证，有即个我的应允第二句，互基督对死过我的上帝，要照着带伫恁内面的圣神带伫恁所以有大无大，就伫即个所在咧竞争就对啦。甲生命赐互恁迄个会毁坏的身体，这保罗讲了是安尼简单搁清楚若有圣神踮伫咱内底，兄弟姊妹，咱就无因为迄个会朽烂、会毁坏的身体来忧愁，
因为上帝要透过圣神，把生命赐予咱。所以这两句经节，咱来看11节伊安尼写：上帝的神有互耶稣对世人中国啊，上帝的神哦，互耶稣已经定死啊，伫即个坟墓内底已经2、3天啊，伊互伊过啊，吼，即个神互耶稣过啊，即个开力伫遮，即个神也踮伫恁内面，即位基督，互基督对世人中过的上帝。会通过踮伫恁内面的圣神，互恁会死的身躯得到活命。哇，就是讲中福一直讲，安尼意思，若简单讲一句话，就是讲，我即个会毁坏、会受罪所束缚的肉体，有一天有伊的期限就对啦吼。但是我无惊吓，我嘛无烦恼，因为上帝的圣神若踮伫我。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若踮伫我，我迄个会死的身躯、会死的肉体，要互活命来代替。肉体有一天会无去，咱一代一代伫过，但是我迄个活命，因为有圣神的同在，我就永远领受着。啊，这是基督徒上大一个福气。世间人上惊就是这啊，毋知我即个肉体生命过身了，我要去倒？啊，去到别位，毋知佫有人甲我款待无，互我会当好过日无？啊，所以咱即个社会清明就是拜拜，啊咧烧物件要互祖先，就是即个意思啊。伊啊，你无拜佫会惊呢，吼，惊讲祖先毋知有人食无人食，啊，我若无拜，毋知伊会生气无，吼，啊，我歹运途，哇，迄牵连落来民俗，迄就真济啊咧。但是基督徒真安心啦，安心什么？迄个活命毋是我家己吼即个世间的子孙去甲饲的啦，是耶稣基督啦。耶稣基督活命已经伫我内底啊，所以咱基督徒有福气无？即个福气咱爱好甲把守，甲把握啊。所以咱若是安尼，咱来看见另外一段经文，伊安尼甲咱讲：上帝甲圣神赐予咱，迄是一个活命的确信就对，确据吼。即内底有分3段吼，就是咱看的意思数。第一段讲圣神，互恁智慧启示恁认捌上帝啊。拄则讲，那耶稣踮伫你我的生命嘛，圣神吼来踮伫恁嘛。啊，即马问题来啊，我都毋是主导者，我毋是主导者啊。我讲圣神来哦，耶稣来哦，你无迄个能力，安尼你就代替耶稣就好啊。即马是上帝听你，上帝互你圣神。啊，所以你对圣神领受到这个智慧。哦，原来上帝遐尼疼我，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为着我的生命来献乐，伊来受死，为着我的罪来受苦，然后搁我来享受我。这个是圣神互咱智慧才认捌得到。意思讲，你啊知影迄支锁匙就对啦，知影迄个门路，知影迄个路径。知影迄个关键。第二，上帝运行大能，开启咱的心目啦。而且圣经真清楚吼，伊讲哦，毋是你的肉体的目睭哦，是你的心目。安尼来啊，你的心目伫倒？你有咧读圣经无？你有咧领受主的话无？你有求圣神甲你启示无？啊，无你这个心目就袂开啊，心目伫倒就看无啊。心目就是你的灵嘛，心内的灵嘛。上帝互你即个你甲上帝连线迄个气力嘛，啊，所以心目就会知影，伊呼召恁来得到愿望，呼召恁来得到愿望。你会知影哦，原来我即个会死的肉体，我毋免甲一般的人吼，为着一日老，也是身躯病痛，啊，我烦恼我的生命有一日会结束啊。我的愿望放伫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伊讲伊的产业是丰富哦，丰富，表示讲毋是小可尔，是安尼超过你所求的就对，超过你所想的。第三，这个大能是互基督对死而告我，互基督伫天顶坐伫家己正边的大几力相共的。哦，咱伫遮看伊讲，哇，我领受即款的恩典，大到什么程度？上帝安怎互耶稣基督告我？上帝安怎互伊
耶稣基督掌权伫天顶，甲坐伫上帝的大屏，然后伫遐咧审判世间人，伫遐咧管理。迄个规律是平等的。啊，若安尼，你有领受到即个规律无？毋是即个规律有伫咧无伫咧啦，是你有领受无？吼，就好像就讲吼，一个足大迄个水泉，啊有人啉啊足快乐，啊你吼找无一块容器去底来啉，啊你就啉无着，啊你喙焦，啊别人啉啊足欢喜。安尼关键在伫你甲主的关系有深无？即个大权能大规律伫咧，啊你有去体着无？你有连线无？迄个亲像讲，这日头一个拍落去，逐人拢拍会着啊。但是你秘伫迄个黑暗的山洞内底，你看袂到日头。啊，你讲啊，今仔日黑暗啊，啊是你家己看袂到，毋是日头无伫遐。啊，这是基督徒伫过外这了，上帝需要思考的事。咱过来复习《以弗所书》1章17节，伊讲：祈求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天父，赐圣神。咱来求啦，求天父赐圣神，然后互咱有智慧甲启示通捌伊。所以你毋通想讲，我研究了就捌啊咧，毋是咧。你爱读圣经的时阵，你爱做礼拜的时阵，你要听牧师讲道的时阵，吼，你爱心内记得讲圣神啊，你互我有迄个智慧啦，有迄个天线，然后甲你结连，会当认捌你。啊，这是基督徒有时重要疏忽的所在。18节，我恳求上帝开恁的心目，互恁通知伊选调恁来得到的愿望是甚物。咱心目若无得到啊，就亲像讲人穿一朵青草吼，啊你闻袂着，你看无着，啊你伫遐咧巴肚枵，安尼是要怪甚物人？明明一朵大地的即个丰富的产地，即个房间啊，你无通入去。啊，迄实在是真可惜吼！所以伊讲，伊对伊的信徒所应允的祝福，我尼啊丰富，应允丰富。19节到20节，伊讲，伫咱信伊的人中间，得运行的权能偌尼大，伊有运用即个规律，互基督对世人中国，搁互基督伫天顶坐伫伊家己的正边。啊，就像拄仔咱所解说的。上帝共款即款的规律，互即个对死过我的耶稣基督，互耶稣基督坐伫正边即款的大能力，也共款。你若有，你若接受，你就得到。即款的规律是超过你家己所想象的规律。啊，这规律，咱基督徒上惊是坐在福中不知福啦。啊，上惊是讲坐伫迄个丰富的迄个。宝贝啊，伫遐咧发散，哎呀，啊，逐项拢无，啊，无明明你着坐伫迄个丰富的、迄个产业内底嘛，坐伫宝藏的顶悬嘛。即摆伫迄花莲发生大地震，哇，迄规个横贯公路啊，迄个太鲁阁的石头拢崩落。啊，咱遐救灾的人员哇，你爬悬爬低要找遐失踪的人，迄是足危险的。但是有一款人伊咧知影讲，伊要找好康的，你敢知？因为伫花莲啊，伫东部有真侪溪就是经过大地震啦、土石流啦，一大堆迄石头对山里放落来，内底有找到足侪宝石，有宝石内底，所以你也注意看，即马伫迄沿迄个溪边过来就足侪人，搁特别是落大雨。啊，足侪人就要捡石头啊，所以咱政府开始咧动你捡石头，若掠到会罚啦，因为你这是政府的宝贝呢。啊，你共捡迄石头有诶，迄讲什么玫瑰石啊，迄就足价值的就对。当讲起来意思是讲，你有伫迄个宝藏的中间看见，我是得到即个宝贝。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咱线接搁偌济的信息，咱要看啦学习啦咱来画出国外的大能甲愿望，国外的大能甲愿望。
实际上实际上咱安怎伫咱的生活中，你要实践，你做会到，而且你领受会到，我要期待用安尼来甲兄弟姊妹相甲勉励啦吼。所以生命要得到更新甲改变，是指咱生活中实质里活出耶稣基督跟我的关系。所以我毋则讲，咱拄仔讲，咱毋通搁顶礼拜我咧讲，毋通搁活伫拜五耶稣受苦的时阵啊，你已经对耶稣过我嘛，啊耶稣过我，伊领受到的恩典甲祝福迄大关联，你爱领受有着，所以呢，你通伫你日常的生活的顶面，意思讲我活了有丰盛无？我活了有喜乐无？我活了有健康无？甲你对过我主的过我会领受多甲少有关系啦。兄弟姊妹，有几项的勉励甲建议啦。第一，你爱全然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你爱全然领受，就亲像拄则咱读的经节，伊有所述1章18到20，伊讲主的受死甲过我，就是要讨放，互咱得到自由。安尼什么意思呢？咱就要领受救恩，蒙圣神引带、教导、灌纳，而且勇壮起来。安尼意思是你常伫你的生活中，你想讲，你有互罪所束缚无？你有互遐歹习惯所束缚无？你有遐劳苦忧愁所束缚无？你有互惊吓所束缚无？你有互怨愤甲嫉妒束缚无？兄弟姊妹，若确实你要领受耶稣基督的过活，你才会讨放，你爱对遐得到自由。因为你所领受的上大上好的已经伫遮，毋通搁甲遮的罪高高甜就对啦。你爱绑伫遐，你搁讲耶稣过我，相信主过我，你搁互伊颠半，安尼就无得到自由嘛。所以，咱来全然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你迄个救恩就是真正活伫你的生命有丰盛。有影，咱拄则讲，咱是属肉体的嘛，咱迄个罪会死的肉体嘛，有一定是甲你颠半的，无人讲袂嘛，所以无人讲无烦恼，无人讲无忧愁，无人讲无担心嘛，无人讲无病痛嘛。但是我所要来较赢的是耶稣基督救恩来甲我伫地，我会当赢过遮的侪苦难。第二，咱来全然的倚靠上帝。既然靠家己无迄个气力，我就是要得到迄个过我的能力啊！你爱学习，逐日操练，甲上帝结连就对啦。即个咱嘛通对耶稣讲的话得到一个启发，就是讲，甲过我的主耶稣基督结连。耶稣讲：我是葡萄树啦，恁是枝，常常伫我内面的，我也常常伫伊内面。这人就结侪果子。因为离开我，恁就袂当做甚物。台语圣经简单讲，我是葡萄树，恁是枝，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的，会结真侪果子。因为无我，恁袂当做甚物。所以兄弟姊妹，当咱甲主耶稣有一个密切的关联，你会结侪果子。什么果子呢？你会想讲这个足抽象的，敢毋是吼？这个果子实在是真水真美好，因为你若活伫主耶稣基督内底，我拄仔讲迄个艰难困苦、忧愁束缚甲重担，拢要结迄个水的果子、喜乐的果子、平安的果子、活靠的果子、生命丰盛的果子，忧愁会失去，用水的果子来代替。因为我主甲主耶稣基督相结连，耶稣佫讲。因为若无我，恁袂当做甚物。所以真侪人用家己的办法要敲找迄个解决袂去。世间嘛真侪人咧修道啦用真侪办法要念经求佛去拜遐个偶像要求遐个术士来帮忙。你定咧看真情部落格，你就知，真侪人会当信耶稣迄是真正稳定的，因为较早毋知开偌侪钱去拜遮有诶无愈拜愈艰苦，愈拜愈烦恼，愈拜愈忧愁啦，愈拜愈无愿望。但是当你甲主结连，伊讲我是葡萄树，恁就是枝，你愿意甲主结连无？即个枝都无可能家己活嘛。第三，搁较生活上就爱安尼。
你爱每日甲上帝一个密切的关系啦。每日甲上帝有灵内面的密切的关系，会当满足心内的需要甲渴望。这就亲像咱诗篇内面所写的，亲像开水边的树，照时结果子，而且无孤单。这是咱教会是安那得邀请咱来读圣经吼。咱有一个370天读完全本圣经，咱有抄箴言、抄诗篇咱有背金句。这个毋是要求业绩啦吼，咱的教育团队毋是咧讲我今年有几个人读我成绩袂歹安尼，会当交代安尼。兄弟姊妹，这纯然是为着要互你得到迄个国外活命的一个方式。这个方法就是要互你保证你甲主亲近，互你亲像栽伫溪水边的树，照时来结果子。所以，当你知影讲我得到这个，毋是牧师，也是咱的教会团队讲要求我安尼做，我为着要得到明年能领一个简单的礼物迄实在是足微小的啦。要互你得到丰盛的活命，你甲上帝的关系，好像我甲你带入去即间有美好大餐的餐厅，毋是伫外口咧看，找无人。互你看到即个日头咧照，毋是美伫山洞内底；互你看到迄个宝藏，迄内面的侪的宝山内底，遮侪宝贝。你毋是坐伫遐咧话讲，哎哟，我哪会一无所有安尼啦？搁一项就是顶2礼拜牧师所甲咱勉励学习的，就是讲，你较无用拢都爱有安息日，较无用都爱有安息日。所以兄弟姊妹，毋是讲咱的教会要运转礼拜日有聚会，所以你就爱来，较袂互牧师无头路啦，毋是这个意思，毋是啦，毋是这个意思，是因为伫主日甲小组分享的聚会中间，伫每日的灵修的时间，你入去到伫主的安息内底。咱拢知安息毋是定定无代志，安息是要为着要互你定心得到规律。世间人有心人讲安尼24小时拢毋免休困，一直运转，一直运转，佫愈做愈有力。有一天，迄机器人若来，毋知安尼我毋知，但是咱人无法度。所以现在咱连续假日足侪人较无闲，也是讲，迄车坎踏着想要去外口，要去露营要去山顶佚佗。即摆去花莲一大堆人要去遐佚佗迄是因为咱人是一个活。佫有头脑、佫有心灵的人，所以你伫迄个大自然的环境，你的定心得到开力。迄个上有效、佫轻省的办法，就是守安息日。有的人是去佚佗，转来愈忝，你敢知影？出去行路行足忝，晒日晒足忝，佚佗足忝，客车足忝。但是咱确信。咱伫主的内面要有安息，迄个安息是重新得力的安息。迄拄去忧愁甲艰难，拄去遐侪迄个无信心、动荡的安息。所以《希伯来书4章11节安尼讲，所以咱要努力进入这个安息，才免有人亲像遐毋顺服的人跋倒失败。你看努力咧，表示讲要进入安息毋是一个人讲耍火然后无代志，叫你安息啦，是甲主亲近。我伫少年时代就一本真出名的册，讲叫做《隐于能力之源》呐，有一个滕进辉牧师写迄阵少年时代，迄本册就足出名，到现在嘛佫有人咧看。就是讲，你爱去灵力的来源，去啉到即个宝贝嘛，迄个宝泉嘛，伫主日的聚会。圣徒组织，伫小组的聚会，兄弟姊妹亲像一家人三组织，伫你个人的灵修甲主的亲近，这就是隐于能力之源的一个方法，而且这是有效的，这是有帮助的，这是正面的，毋是愈休愈忝的。兄弟姊妹，请毋通看轻安息日的重要，敬拜上帝，领受祝福。顶日咱所敬敬即个
王忠信牧师娘啊吼，啊带伊安尼2个查某囝囝婿，啊搁5个孙吼，转来台湾安尼踅一踅吼。啊，伫遐咧讲话的时阵，我就问讲牧师娘啊，恁最近吼伫美国吼教会情形安怎？吼，教会情形安怎？伊讲哇，即马美国的台湾人教会吼，挑战愈来愈大，特别疫情2、3冬疫情了后吼，有真侪人全无转来教会礼拜，你敢知？我无人去就对啦吼。我讲咱台湾嘛差不多呢，影响真大吼。安尼所以表示讲，人会因为种种外口的环境，啊影响到人甲上帝亲近。啊，所以佮经过一段时间的激励、邀请、佮体验，才佮转来主的面前。咱感谢主，咱疫情煞，咱的教会慢慢啊，吼，迄个活力佮转来啊。我毋茫讲，咱毋通讲啊，我来收主日吼，啊，这我应该做，我已经惯势啊。你也会晓招人入来，招你，最近拢无看到的兄弟，招遮个可能有一寡颠簸，也是一寡难题，袂当安心来聚会。你也互伊知影讲，就是你有困难，你才来教会就对啦。就是你有需要，你有软弱，你有重担，你有艰难，你有病痛，你才需要来到伫主的面前。这是上帝的圣会，是上帝临在的所在，是要见到主迄个大能力的所在。啊，咱想讲啊，这就是一个仪式啦，定礼拜点外钟就转去啊，毋是啦，是你对主日的人物有亲无？你有把握着无？你有看重无？安尼。最后一项就是，你要亲像罗马书8章10到11节，讲你要保守你的心，赢过保守一切。活出各外的大能，是要邀请上帝掌管咱的心思甲意念，进入到咱内心上深的所在，带来转化甲改变。既然咱拄则讲外在真侪难题，咱毋是家己克服得了。啊！你甲上帝即个开力、大开力，互耶稣国外开力，互耶稣基督坐伫伊宝座正边的开力，你甲放一边无要用。就好亲像你出去佚佗遮久啊，一只机啊吼，会伫咧无电啊，剩无几分钟，你咧毋甘用啦吼，啊无想边啊就是一个充电站安尼，啊你无去插电落啊，啊伊伫咧发无电。基督徒上惊有即款的疏忽啦，你得接到即个大开力的主。啊，是透过守安息日，透过甲主亲近，透过专业的倚靠甲仰望，透过你保守你的心，赢过一切。罗马书8章10到11节，伊安尼讲：基督若踮伫恁内面，虽然恁的身躯因为罪死，上帝神会互恁活，因为恁已经甲上帝有合一的关系。请会记咧后壁即句，就是你的责任嘛。你有甲上帝有合一的关系无？你有甲上帝合一的关系？若有，头前的话就会成就啦。11节，上帝神互耶稣对世人中国啊，即个神若踮伫恁内面，即位互基督对世人中国的上帝，会通过踮伫恁内面的圣神，互恁下死的身躯来得到活命。但是即位即个明确的应允，伫过偌济了的兄弟，即嘛就是看你讲，啊白白安尼吼，我想讲大家拢去咧运动啦。迄运动啊，到底你运动了有效果无？平平咱咧食这营养，啊营养你有吸收无？我希望咱富强教会，富强这2字吼，变做咱的天命就对啦。啊，你爱真正灵性富强啊，对毋对？吼，啊，咱甲主耶稣的关系都爱富强啊，啊无富强2字咧挂伫喙口无效。愿主将即款伊对伊来国我的大能甲愿望，真正活伫咱的生命生活的中间。咱要先来祈祷，然后咱要唱一首回应诗吼。啊了后，咱要请中央中学的代表来甲咱请安，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互阮做伙伫过偌济了后，阁继续来明白耶稣基督救恩即个恩典。甲疼是何等的大，只有阮
欢喜讲主啊，圣神占伫阮，阮要领受即个祝福，阮就要得到上帝和耶稣基督过啊，上帝和耶稣基督坐伫正平，伫掌管天顶地的一切所有的。即款的快乐也要共款临到伫阮，互阮得到丰盛的生命，互阮得到一个毋惊世间侪侪的颠簸甲苦难，阮有喜乐甲平安，阮有安稳甲安息，这是阮基督徒上大的应允甲祝福。求你将即款的快乐赏赐互阮，互阮透过平常日子甲主三亲近，互阮经过敬拜、造就、小组的分享，常常领受即个确信甲稳当，主你的快乐。主啊，帮助阮每一个富强的兄弟姊妹，拢活出即款耶稣基督国外的款式，通做好的见证，改变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互人看见阮也安尼来认捌主。感谢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咱们来唱首。